Hello， 歡迎嚟到 Sanola， 呢度係晨光下嘅森林，同心靈靜靜相擁嘅地方。我哋喺呢度唔再追求外在嘅喧嘩或者快速嘅成功，淨係專注內在嘅自己。我會陪住你一齊呼吸。準備好未呢？我哋開始啦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元素係風。我哋揾個舒服嘅位，放鬆自己。我哋好大力咁樣吸一啖氣，再慢慢呼返出嚟。再試多次，好大力吸一啖氣，感覺一下空氣喺鼻裏邊經過，去到心口，去到你個肚，再慢慢咁樣呼返出嚟，就好似風一樣，佢會將你唔想要嘅嘢，例如你唔開心嘅事，遇到嘅困難，慢慢咁樣吹散。想象一下，而家你坐喺一個好空曠嘅草原上邊，空氣好清新，有微風吹過你塊面，吹過你啲頭髮，就好似世界而家好細聲同你講，唔緊要㗎，你可以放鬆啦。呢一刻，你唔再需要做任何嘅嘢，唔需要解釋，唔需要努力，你淨係需要同風一齊存在，一齊流動。我哋感受風嘅同時，都要留意返自己個身體，有冇皺眉頭，膊頭有冇放鬆到，心口仲有冇啲翳悶啊？我哋下一個呼吸，將佢再呼多啲出嚟啊！而家你嘅身體就好似蒲公英一樣咁輕盈，少少咁將繃緊同埋壓力隨風而去。我哋每一次嘅呼氣都係一次嘅放手。同自己講，我允許自己鬆開控制，我允許自己放下焦慮。而家想象你前面有一張白紙，寫低你最近覺得好有壓力嘅嘢，可能係工作，可能係屋企，可能係小朋友嘅情緒，
又或者係你對你自己嘅期望。我哋依家將張紙摺成一個飛機，打開隻手，放佢喺上邊，等啲風吹走佢。我哋靜靜睇住佢，俾風帶走，越飛越遠，越嚟越輕。你唔需要解決所有問題，你淨係需要選擇等佢哋自然流動，因為風教識我哋，停落嚟先會有重量，流動先會有自由。而家我哋靜靜地對身處喺草原上面嘅自己講幾句說話。我唔需要完美，我已經做得好好。我喺度學習緊放下，然後飛翔。我哋將意識帶返去自己身體，你嘅當下。我哋慢慢喐下手指，喐下腳趾，同自己講：我準備好啦，我會好似風一樣。我哋可以選擇放下，再重新出發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擘大雙眼，等風成為你今日嘅翅膀。歡迎加入 Sanola， 等我哋一齊靜靜呼吸，溫柔同行。